佛堂咱开法会，因为来到佛堂就是法会。那么佛堂会互咱啥物？互咱足济心意，互我深深的体会，互我来咱佛堂学习25人年来，互我感受讲，咱佛堂互咱的真正生机无限。哦，为虾米伊互咱改变命？咱改变咱所有人生过程内底，真侪无注意的，甲咱转换为注意的代志，互咱真正拢会当顺心如意。各位姐姐，这是咱人生当中所要记。那为虾米会当互咱会当有遮尔大生意？不过就是咱来研究真理的，对不对？咱今日是来研究真理，咱今日电源暑假学校，甲各位研究拢无讲趁钱的代志，吼，也无讲股票的代志，咱拢是咧研究真理。那么为虾米咱真理做了了，咱会当改变命？因为咱经历了咱的好修行啊。哦，那么好修行了后，咱一切拢从善如流。就咱常上这论语的时阵啊，咱圣德的讲师，哦，伊甲咱上论语上到17章，巴黎篇的时阵，有讲着足侪礼，哦，啊，这过去咱为虾米咱孔夫子伊注重礼？一切世俗的礼，哦，伊非常的注重。那么礼就是礼，对不对？哦，伊无注重，伊讲过去咱这俗是毋是拢有太阳，哦，太牛，哦，伊就讲就有人去来分享讲，这俗为啥无甲咱这时代共款？咱即摆会安怎会变啥物？米低米牛，对不对？哦，伊早毋是啊，听讲上古早的时阵。是用一只瓦的猪、一只瓦的牛，甲一只瓦的牛来制作。到尾啊，来甲改国讲，家己杀落哦。但是迄阵只伊讲吼，就是无因为我杀，我无听着哀嚎声，我无看到伊咧杀，安尼会伤心吧。那么各位前言，不过咱今日来研究，哦，因为专某人讲，孔夫子哪有食川线，但是伊先气血先书，那么咱今日嘛会使帮伊食线，拢是安尼。不对，为虾米呢？咱是那个讲师伊讲，以早时代甲即摆时代无共款，吼。以早要食素无简单，以早是人拄饱，就像咱电视讲啊，佛陀的时阵拄饱，拄饱当时下迄上面咱在食啥物对不对？无可能讲迄个佛陀的电视讲，迄个施主啊，我食菜呢，迄个煮素食来时下吼，无可能的代志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但是迄阵的人。伊食，但是伊已经足大，哦，伊的境界是足大，咱这毋是啊，咱即摆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吼，毋是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已经。所以而且呢，咱学校不过要甲咱各位前面共同鼓励包括学校，就是咱袂使离开佛堂，对不对？所以咱3000万公里内底第一份鼓离开佛堂，而且讲咱一定要来到这个佛堂来开法会，就是要来受我们佛教，那么要来。是真理的主人。那么真理主人了，咱明理了，咱好修行了后，各位先生，咱就袂去做唔对的代志，为咱就当化是恶为受善，哦，是恶为受善了后，如是因，就如是果，对不对？因果循环是定律啦，对无？你做善的因，你就去得善果；你做恶的因，就歹势上天就有恶果，哦。所以这就是咱学校要甲咱共同来练的。那么各位姐妹，学校今日甲咱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低频合一。因为咱到时爱课，所以学校有可能甲咱互动一下啦，学校应该甲咱久的迄公鸡叫的声音，大家去叫一下，咱可能会较爱课。各位姐姐，咱为虾米讲学校要研究知行？因为咱知影了，咱是去爱去学做。像咱遮有节庆，敢若我逐工来拢会摕面包转去的，拢摕面包做食，有节庆做面包。然后，今年即个前线我先是好，我食咱遮做面包，毋知你是等生啥，但是我知影即个前线做面包。咱学做面包，过去学师仔是毋是有学过师仔对无？学师一定会做起看卖啊，再出师对无？这叫做知影了，咱再做看卖啊。那么知甲做合做伙了后，伫咱修行学道的这因缘内底，我们才可以合得。这当合得，你知影讲无修行做好，道人嘛做好，可是我知影道人做好，听班嘛做好，来遮受我迄个
讲的保教主，真理的主人非常的好，可是咧，我还是带出训中头较好，哦，训中头较轻松，而且坐咧足忝的，爱困，讲算讲我搁无好听的时阵，就会困，免紧，各位姐姐会使困，免紧，只要吼身体正要困一醒啊吼，啊，大家去开倒落，莫两腿拢起来，两腿拢起来，互我徛咧遮有够清楚的，无啊，就毋知要安怎讲啊，可能就会使讲好啊，无咱大伙来休困，开始来困一醒，咱搁来学习。啊，袂使，因为迄个开班吼，研究吼，先本伫这100户以内，拢咧甲咱讲班，吼，拢咧甲咱讲班，咱袂使讲好啊，迄个讲师讲好，啊无要困，大家咧困，应该是袂使。那么各位姐姐，知行合一，才会当知行合德，吼，因为咱伫求道的当下，咱就入了心台湾。那么入了心台湾，各位前言。咱拢知影人法官，但是吼，师傅甲咱讲，咱这国老师甲咱讲，伊爱咱法官对毋对？但是伊上惊是啥物？上惊咱毋甘愿。咱做法官的哦，伊今仔日等咱对着咱家庭有啥物困难的时阵，也是讲我事业袂顺利的时阵，倒入病床喘气啊哭泣的时阵，会法官袂会呢？哦，我嘛有时啊会呢。来想讲吼，我身体若好起时阵吼，啊老师慈悲，这讲老师慈悲去保庇我好。我若好了后吼，我会认真打拼，代天宣告，替天行道，我大个。但是这讲老师上惊就是咱拢共款，身体若好，啥物拢爬得起来，对师傅讲的话拢爬得起来，拢无要去兑现，哦，就是拢开迄个挂拉片就对啊，挂拉片来讲菜，就是无永远无法度兑现。所以这个老师上个，伊就甲咱讲，伊讲吼，毋惊咱法官，上惊咱毋甘愿吼。那各位先生伫遮，互学要来甲咱各位先生共同来分享这知行合一。那么咱拢知影，知行合一已经下面这个理论，就是咱王阳明大师吼，迄个伊讲出来一个理论。那么知影该，但是各位先生。而且今年内底，我甲咱共同来分享，咱先来求真谛。真谛，啥物叫真正知影？各位前年相对甲我共款，互我民国63年就求道啊。那么我求道的时阵，互我听三宝敢听有落？拢我半年，拢毋知人咧讲啥，但是迄阵就是啥物拢毋知。但是等到互我参透了后，透过参悟了，大家知影真理的事情、道理的可贵的时阵，互我真理了，互我会达标真